热天烧烘烘，讲食冰要食健康，搁食解喙焦，就要看体质，搁来配合时间点。若是骹手脚会冰冷的寒性体质，上好是正中昼深甲下晡的3点来食冰。若定定会安尼喙焦后垮，较会流汗的这个烧热的体质，这食冰的时间就较无限制。 串冰点名肯定豆仔薏仁，各种配料，一喙食落透心凉。热天时食冰一段享受，不过冰要安怎食？第一步爱先知影家己是啥物体质。如果你平常比较容易怕冷啊，或者是你只要吹到风就不舒服，那就比较偏寒性体质。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口干舌燥啊、脸泛油光啊，这样都是比较属于热性体质。容易提醒热性体质的人食冰，会记你减少牛奶高甲高涨，因为上过甜的酱料，这寒做变较苦，感觉翕热。若是四季冰冷，属于寒性体质的，除了选择较慢氧气的雪糕圣代，这个时间伫中昼12点到下晡3点。 阳光给你的一些热能，拿来促进你身体能量的推动，不要融化的太快，可以让你慢慢吃，为你身体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。不管是啥物体质，意思讲也是爱适量食。另外，平常时若是老食正宗的人，除了唔通看饱食冰以外，尽量伫饭后1小时才去享用，避免小冷交替，这胃肠会容易无爽快。